科技基金推動與更多葡語系國家落實聯合資助協議嘅簽署，喺2025年開展相關嘅聯合資助項目。目前已經確定嘅係巴西聖保羅州研究基金會，持續推進開拓與歐洲國家聯合資助。目前已經與法國基本確定咗建立相關機制。此外，科技基金設立全新嘅國際合作研究類別，資助開展與符合條件嘅國外高校、科研機構或企業開展嘅合作研究項目。對外科技合作計劃呢，咁我哋喺原來嘅聯合資助類嘅呢個基礎上呢，增加咗一個叫做國際合作研究類嘅咁樣嘅類別嘅聯合資助類呢。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喺不斷擴充研發資助機構嘅合作嘅。我哋最新就同巴西聖保羅州嘅研究基金會呢簽署咗聯合資助嘅協議嘅。咁最近我哋都同法國方面咧都有一個溝通，咁嗰個進展都係良好。我哋都希望可以盡快簽署呢個聯合資助嘅協議，譬如可以爭取喺今年內咧就開到一個同法國方面嘅聯合資助嘅申請嘅。咁至於頭先提到嗰個新增嘅國際合作研究裏邊咧，最主要我哋考慮到我哋同一個咁樣嘅國際嘅資助機構去傾咧，其實嗰個時間頗長，而且可能嗰個範圍都有限制嘅。所以咧，我哋就考慮到咁樣咧，就新設咗咁嘅類別咧，等到我哋嘅科研人員咧可以更快同埋同更多嘅國際嘅團隊去合作嘅。咁我哋希望可以令到我哋澳門嘅高校啊、企業啊，可以同國際優秀嘅高校同企業佢哋去開展呢個研究合作。喺呢啲國際合作入邊咧，其實會有好多海外嘅優秀嘅科技人才咧，就會嚟到澳門一齊合作研究。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佢會對澳門有更多嘅認識咧，結合我哋嘅人才引進制度啊，頭先提到嘅科技研發人才嘅資助計劃啊，仲有可能特區政府研議緊嘅其他嘅配套嘅資助計劃咧，其實對呢啲人才咧會有一定嘅吸引力。佢哋可能喺呢個咁樣嘅過程中，佢就會選擇落戶喺澳門，咁喺澳門度發展嘅。頭先所提嘅呢兩個新增嘅類別咧，佢嘅資助金額上限都係500萬澳門元嘅，咁係3年嘅。咁相對嚟講嘅話，吸引力都係會有嘅。科技基金希望通過國際合作，澳門可以引入國外先進技術與研究資源，彌補本地嘅短板，提升科技研發能力。國際合作項目更容易吸引跨國企業或投資機構關注，透過連接國際市場需求，提升本地科研成果嘅商業價值。國際合作項目通常伴隨人才交流，澳門可藉此吸引海外科研人才落戶，與澳門嘅人才引進制度及科技基金嘅科技研發人才資助計劃形成協同效應。